位听，各位听众，内容对来，个加一个一集一几个故事了。当今人我的嘉宾听不到，我特别严重听众听到我当然会歌呀，成个到底暗坑咧。讲几个故事，当然拄好一点暗暝啊，到底要来谁啊？到整12點下晡，有時間笨蛋咧，拄好12點掉。OK， 特別我嘅嘉賓，這禮拜嘉賓講鬼故事嘅咧，我只久無講鬼故事啊，頂當時我姑姑一擺講鬼故事嘅嘛。有時這季節咧無講到鬼故事，當然我請我特別嘉賓上嚟，嘉賓嗰陣時咪去過，怎麼頂當時在馬來西亞去過咧時，就無講只到底成日通過 Skype 都冇做過，然後你個攞嚟嗰陣時很屌，係頂當，有怎麼？啊對。你怎麼是頂當去你去食物件時間你 start 到你個 B 時，個會嘛？所以歡迎我哋，所以你除咗一半嘅錯都本咯。算一半，個破過咧，你歡迎我嚟錯路，一半錯路查某，แล้วก็阿土伯咧本地這禮拜頂到嘅時，你把佢第件講鬼故事嘛，就電影入邊講鬼故事嘛，一13個禮拜我聽過阿大伯做講鬼故事本嘛，到底你唔知寶寶嘅卡拉 OK 有啊，有時讓看到，讓隨讓卡拉 OK 嘅你 CCTV 隨讓白人，你講往開門都會看到白人嘛，特別讓至少7個人咧，看到幾隻人，แล้วก็這裡咯特別波冇鬼故事來講，但是當今我很屌聽講有幾集看，但是當有就被講鬼故事我才跑，如果那是你買啦，那是你病啦，你試下，但是你無病來講咧，我就叫鬼來嚇你，所以那是你聲病被教人講啦，教人講，個有嘿，個一句啊，個有個人驚，看驚唔敢聽啊，講聽到鬼故事要走啊，了上番冇聽到當今講一句講成。查某唔係講查某講成，鬼故事都係咪鬼故事？這裡是之前我讀冊時我有可能捌着唔講看過啦，捌聽到聲，聽到聲。所以了之前我讀冊讀 college 時，我是住 hostel 嘅咯。then 有樣成啊有嚟 raya 啊，上面 holiday 啊，所以會使講嚟。90% 是冇咩人住啲 hostel 咧，แล้วฮันนี่ตัวเขา陣時間我冇對哦，我冇對嚟邊咧，我個 still 住 KL 住啲 hostel 嘅哦。then 我哋 hostel 是一個 level 有20間嘅房間哦。then 一個房間2個人，所以 total 係一個 level 會得40個人啊。哎呦死 ，sorry， 哎呦，笑 sorry， 怎麼個調？我才驚啫 ，sorry 啊，了，對個七七八八存我教我嘅friend 樣3個人了咯，then so 人真少啦，所以我人達到成日白白去食啊，白白去洗衫啊，去裝備嗰啲開物件哦。了，一個 toilet 裏邊咧有4個，一班的 cubicle 都講是4個呢。了頭一個達到門是歹嘅，伊安怎去裝達到伊人嘅修理門後面，我達到門是歹嘅，咁嘛剩3個都好我人去裝嘅咯，3個人嘛。了後一到我去裝嘅是了。無講係咩嘢成講一路講一路講話呢看咯，了過後嘅時候有聽到成有加一個人嘅聲，喺啲撞擊哦。了我人冇無去記啊，無去想講下面無去想講個頭一間個是歹嘅嘛。了過後嘅時有伊嘅聲都成啊啲講話掉，了過後時我人就感覺做咩屬伊嘅聲安尼識嘅，了小成啊我人捌嘅，你知哦。了過後嘅時，真正像我一個 friend 嘅 roommate 嘅聲嘛。意思要講話呀？要講話係啊？伊講話，伊超猛講話成啊，無阿咪吉利嘅物件，成啊，8 of 我人安尼塊，
搞個尾方啲想，誒奇怪喎，做咩屬於安尼想我一個 friend 嘅 roommate 嘅聲咗，然後伊倒巴你咁崩了嘛，冇可能個大隻病嘅咗，然後隨起來，冇可能喎，即個在經裏面跟嚟第三個人了喎，然後個尾我人想靜氣哦，然後過後伊再講我人認到伊唔是迄個人啊，嗬，伊變到對伊本正嘅聲哦。แล้วอีกงอีดี講啊買幫一人伊講啊一個人哦所以伊成假使做咗別人嘅聲嚇哈因為伊嘛嚇青驚嘛แล้ว伊嘛講像啊伊聲會變伊嘅聲去像啊我一個 friend 嘅 roommate 嘅聲你看咯老青晒แล้ว伊變嘅聲是查某來actually 迄個伊過後 actually 因伊是感覺講伊真正可憐，伊真正真感覺伊家己真正 actually 伊感覺對伊真正毋是 actually 伊之前吼，伊講起伊嘅故事是，伊講互人聽，伊是倒我開聽啊，伊講人聽，伊講互。你怎個意思啊？要講下，你講，我開愛講。actually 伊是我人誒 college 誒 student 嚟，了。伊是吼係往係 college security rape 嘅，then 伊死去咗了，伊感覺伊家己真正垃圾，所以伊啲學校伊達到掌握咯，嚇，了伊本正伊嘅人吼是伊古幫是大，我人嘅迄個 hostel 嘅 block 迄個 level，所以伊是用下個 toilet 嘅。所以伊直到嗰邊吼，伊都是直直拍嘅時候都是直拍直直用嘅。哈，伊達到做拍嘅，你真見過。所以不然佢未用啊。哈，人未接皮擦亂伊哦。哎呦，好鬼慘！咁大啲擦垃圾，安尼看咯。然後過後嘅時，伊因為先先往公司人未去搖人，你很多條喺面啊，你別請嘅，別走別講咩？特別現時現點時候是表就。伊迄邊上啊，講起很啊，很啊對，很啊，伊講往聽，往梅伊啊，啦成。你講梅啦？講啊，嚇！伊講啊，伊係是幾啊啦？伊本仔講，伊本仔講亂仔是幾啊啦？伊仔講我人仔講。是變到等於啥呀？嚇！伊仔講我人仔講伊唔是我人嘅 friend 嘅 roommate 嗬，伊就往隔了去點點啊嗬，伊就知啊，過後伊就成啊。變到對伊自然嘅聲咯。แล้ว你幾時 start 個驚呢？即我人一前先是無感覺驚是，就是啲講我人別喏愛安怎去行出去，係咧袋得能夠。喲，攏驚講只腳開門出去時就看到伊哦。冇伊個門達到後面，係咧門後伊個門嗬，後都係咧曾經一排啊啦。伊每啊，達到滿是冚咧，入家存一個一邊ਹਨ，伊袂數啊，伊是講內邊ਹਨ，無可能內邊數嘅嘛。伊是講冚個了，就拄翻一個空間啊，達到咁冚嘅。แล้ว姑姑平常時你去站穩好啊，去食啱好，你達到係聽到下邊嘅迄個手啊滴水咯。滴水啊！แล้ว往常講啊，伊成有成個人滴較無眼啊，ਹਨ啊滴水啊。แล้ว往達到成講歹因為。伊嘅迄個稍微歹個，稍微迄歹啊嘛。So actually 是毋是啊？即是達到叫人來修理吼，本是安尼，伊本是歹嘅哦，伊袂好嘅。因為往有人去complain講三個就已經無夠用嘛。因為往一個 block 40人，達到都要 after 你放了 class， 你對來三個就已經冇夠爭40人。了 OK， 了所後尾是你往隔了伊講啊，講到久呢？無講真正久啦，我看平常時長一個個咧，我看差不多半正9字韓國。伊講甲伊真正可憐啊，真正積壓嘅事。我往聽啊，感覺真無睇無記得，是因為伊樣款互迄個 security rape 了，互死去吼，到尾吼 college 愛 close case 咯 ，college 無講去報出來啊，just 其實講猜名抄名先。哈，直到安尼款 close 掉嘢，其實就是 fire 掉係你 security 啦。แล้ว我個感覺我無應該你款咯。哈，所以我個老掉講佢啫啊。แล้ว過後是我老母唔敢講，肯成衝出去，等唔知驚
極掉伊唔知可能我人個大變大喎，แล้ว極掉伊可能唔知對話咁啊，咁你假使做其實我無數嘅啦，แล้วอีก對時間你講拜拜啊，無伊真係有一項真係好是。伊本在講話人驚，咧伊無講，伊在講話人驚，但係伊本盡量無講愛像啊做青嘅國家青嘅話人哦，伊講甲伊愛講咧物件吼，咧伊度點點咧講啊，我無物件講啊，咧伊度點點啊，咧後咧度伊度無出聲，然後無出聲後我甲我 friend 人度咁樣走出去咯，走出去就沒有，就沒有往上嘅人吼，去朋友厝困就是無佇 hostel 困就對啦。規個 holiday 我人無佇 hostel 去困，無佇 hostel 昨下個了無啊，個了去朋友厝困。So 你 after 你看到伊是去朋友厝困，等下 holiday 過也是你個用嘅就係勁嗰啲。迄個曾經別用嘅，特特我真斜落晒。你把迄個電話第三間嗰啲三間會用嘅呢？三間會用嘅，伊個那 book 一間爾喲。我知啦，伊 book 一間嘅是你過嘅是你個捌去過，伊不個捌計甲你講話過嘅是，一刀講嘅都無啊。啊無，因為平常時只濟人哦，因為洗衫去執物啊，甲去執是甲了上一個 holiday 數啦 ，holiday 數。嚇，了無人啊，伊家出聲哦。伊本驚，可能成日無，伊成日淡薄切嘅，伊無講哦，我是鬼啊，了我是咩嚇，伊成日。像人講袂命袂投胎啊，可能伊成日直掉，可能伊多邊感覺，就企了啊，是感覺上，哇，吉利哦，這就 KL 嚟啦，吉利但冇幾長，頂住少你個冇講我講我對面嗰件事，笑掉啦。OK 啦，但係每百人嘅事，咱叫即學即係大伯講嘅事，Two Bad 講嘅事。你聽到邊嘅句講事？但係每使哪件哪好？啊，邊兩個好？哪件哪好啊？邊兩啊？頂兩唔知兩 OK 喎，講一個啊，朋友講我聽啦，我唔捌看過個啦。但你查某是家己親身家己聽過啦，佢話甲拍殼甲鬼拍殼過。我拍過過啊，你看啊，你這邊唔捌拍過過個。你捌看過咧？家己唔捌看過個，唔捌看過個。唔捌看過。啊，你這是你朋友甲你講嘅。對，唔是八骨地，唔是八骨地。唔是八骨地，邊啲朋友甲我講嘅。伊講啊，頂你過咧巴肚 friend 啊，一條路，你看到你嘅車手邊有一間厝，巴肚落去嘅呢，嗬，巴肚老水站落去嚇。Before 迄個馬路地先嘅 Shangri-La Hotel。係Rasa Tut 嚟啊。Rasa Tut 嘅 OK。Before Rasa Tut 嚟。Rasa Tut 嘅爽嘅咯 ，actually 那是เราไม่ sponsor 我大我愛。我咪去過一道，哎呦，未個爽啊！我未去定八道對，就未去大一節，即係貴未大少節。啲 six star 嘛。Hello，好啦，下了 OK 就去講。OK。before 教下平時啦，我知道自己，但係啲家姐人特別咧，嗱，去嘅到六百行，但係應該係知。八個貴啊！最要我嚟告訴我講頭一個先。一個咧就是講到一個阿毛狗，伊是白白嘅。咩白白？伊白白，伊就是白白係咩？哦，白白呀。白白啊，白白。後尾開了衫呀。開了衫，出幾個老大對啦。咩小人呀？唔是小人，伊成起來一個嘅伊嘅 salary 嘛，冇上。哦 ，backpack 呀 backpack，你是講你一上夾到一大包嘅 bag 咧嚟旅行夾一件，實際變靚路就借咧。啊，變靚路咩？借啊！即係變靚路就借咧，到你留學校嘅。แล้ว伊直接伊行，伊做咩？伊行到迄邊，伊看到迄邊一間厝有人住咯。你冇去邊困咯？有。一直去厝內面困啊？對，迄間厝。攏就是捌接過，攏冇去過。唔知捌接過。喂，只就捌接過嘅。當我只就捌去過，頂到冇鎖，頂到開掉嘅，你使擺入去，使行入去。我看，是攏即個現場嘅聽眾，還是攏當今聽到收聽到 podcast 嚇，還是攏捌去過去個 forum 嘅，唔是去啲 comment 嚟講，可能就是捌接過去入面。啊，你接去講。OK，了伊冇啲困咯，伊困，無數咯，特別困車時哦，阿咩無人做伊嘛，特別困車時就喺啲入邊哦，伊啲咧，伊困車時感覺到有海水啊，衝咧。原來啊，伊困車是佇海邊，
啲海邊了，哦，啲走出來外口啦，可能跟住去外口了，喲海垃圾跟住去外口了。當知唔知係一間厝嘅歷史是最最厝嚟一件事？呢間啊，唔是老本少嘅，唔是啊，唔是老本少嘅。唔是，然後嗰一個咧，嗰時間厝，嗰隻故事就是可能，伊講有一個後生囝，三個後生囝，伊人就是聽一講話內面有鬼啊，咩啊，聽得無真正奇怪咯，那麼隨之節，然後人無走入去咯，走入去。然後人入去只，人今日暗點先入去咯，人入到內邊了呢嗬，人冇去行咯。哎呀，已經做完嚟冇啊面四經年，人看我咧愛出去嘅時候，全部沒出，全部沒出，然後啲入邊開下天櫃，就吹到啲沒出，出去咧嗬，點解做三個破病？邪驚啊！就搶掉。特別下晡時，啲時看到已經厝哦，其實是真正四經年，100看下了咧。哦，是特別這其實是成個胖機，成個真正大，成個自然只大經啊。哦，阿妹接啦，阿妹去啦。啊，伊人阿妹去啊，波妹去啊，你嚇到，只是迄間厝咧，我聽過，我朋友講我聽啦，間厝嘅故事。然後嗰一個咧，發生啲中毒咧。哈。誒，等陣燒掉聖誕學，燒掉撞對告訴我，即係特別報講下，特別報咧，你鬼告訴咧，你鬼告訴是到啲邊嘅，還是到這邊嘅？冇到啊！我頭一刀相信我，可能咪件事我家己看到。誒，佢走我冇相信啊！哦呀，有爽，佢看到只爽，唔是，佢看到唔是只爽，佢看到會告訴只 interesting 嚇，講。然後你是到啲美國誒，還是到啲邊嚟？唔是到英國，到英國哦。before 我嚟美國嘅時，我是住到英國嘛。So 我嗰陣時讀咗 college，我呢住啲係你人嘅厝啊，一個 family 嘅厝嚟啦。house 呢 house。嚇，然後伊嘅厝真係，你喺英國嘅厝嗰隻老嘅嘛。實個人嘅就邊嚟嘅bungalow呢？嚇，就邊嚟 bungalow 了，我係旁邊是起樓頂，你係旁邊是紅色嘅壁嚟咗。了，伊門層是像個一個 single bed，然後像個人紅光鏡咧，你看下咧是伊board 啊，總言之真老款就對啦。個檔咧，個款下了，伊一個獨頂嚇，無柴嚇，了伊一個獨頂向到一個停架看去後尾是像個一個無物件啦，後尾空地呢，空地可能了。我會記一名是你，我第二節是喺考車咯。所以你大一轉啊，你大一轉啊，大邊？嚇，我大一轉冇事咯。真正平安嘅。你冇講成個有垃圾掉咪咪叫我冇啦，接落來時候冇行是暗咯，是成個規間伊個火本冇講更，因為伊老厝咧，伊火個咧會會嘅嚇咧。你我大一站了，我。第二節一考車，所以我就讀車咯。然後讀到11點，我真正成啊，冇去困咯。你困啊，冇可能講你只成啊，你備車嘛，你就是困到第二節早起嘅車咧嘛。然後我會記啦，2點嘅時 ，because 我看時間啊。out of nowhere 我個人坐起來咗。掉掉那白青。嚇！啲啥掉隻個人坐起門窗目睭開起來咯。然後我就看到一個人徛到我嘅門窗嘅後尾嘅位了。然後我嘅門窗是。看到門窗，你門窗是後尾是表？唔是，我門窗是向開停下咯。所以你門窗後尾是停下來啦。唔是頭隻，成個我門窗。你看住佢停下來。邊咯？頭是向邊，特別看住佢停下來。你我卡是到向停架了，停架下底有一個獨頂嘅咯。OK。然後我看 ，sorry。你看，你是按照你後背呢？你看啲 reflection 係見。徛到我門喙背嘅位咯。哦，叫你卡嘅啦，我明白。我看到隻大波，然後一層迄個角咯，成個 rain 角嚟看咯。尋一個波，伊面我看無，特別我只會記看到伊目睭就對啊。
actually 我唔是講模模糊糊青啦，我是規個人坐起來啦，我是規個人坐起來，目睭開掉一上掉啊咯，哇了我袂點打，我驚。你坐起來哦，還是目睭開呢？你人會坐起來，你坐起來啦，所以你咪就你面看面對面嘅咯。無講安尼見 ，because 我坐一徛嘛。所以我看起伊個位咯。你房間暗暗呢，還是有灰？還是？伊個庭間後尾有灰淡薄嘅。所以你是看到隻影啦，你看到伊成個 silhouette 嚟啦。我看到伊個 silhouette。特別，阿明半暝三更你看到一個人。係啦。แล้ว我冇看咩開灰咯。我去幫咯。我 actually 真係 surprise 咗咪，我係可以無下我攏架流去咗，because 你到面前邊開下，你一開開啊，我都看無啊咯，然後我規暝唔敢困啊。然後你看你目睭安怎啊目睭？一上掉我咯，目睭安怎你看到目睭白你看到啊？無我看到成個落點，成個有人讀，成個我 actually 看到規個人啊。真正唔是影，唔是圖，唔是成個，唔是看透過嘅，唔是看透過嘅成個。我感覺就一個人真係是徛到我嘅門喙尾嘅位咯。所以你開火就冇去啦。我開火冇去喎。你唔加點燈哦，我就是坐到門前嘅位點念，阿彌陀念到5點，天光我就困。你是幾點啊？念我你想我3點鐘念，你冇想講有走落去吹人啊？係咪冇啊？冇啦！伊人即個阿摩即個英國人真正，我出淡薄聲，伊走來我係房間講會使較細聲咯。所以我唔敢去吹人啦。伊人乜嘢上時我講伊厝有鬼咧，係唔係？這是唔是成個一樣嘅 quarters， 成個 servant 嘅 room 另外可能嘅？伊是另外一個房間出來無接嘅啦。你是成個 servant 嘅 quarters 呢啦，頂你就成個你當然阿嬸嘅厝另外一邊啊嘢。一睡出來好嚇聲咯。哇！真係驚！我記你意思是咪是成個 Sherlock Holmes 呢？係有情到報呢？意思我冇看到伊頭毛咯，伊一個報，伊一個成個。流直嘅布，然後一個 raincoat 啦，你被看到邊你看你看邊形冇咩看有，特別伊目睭就真係清楚。吉利，然後拍電話甲我媽講咧，伊 instant 寄一張芋頭嚟了，放到門窗了，過後就冇啦。你都夠燒到啲芋頭。我當今去大陸本放一張芋頭 ，because 我個鬼哪嚟告訴佢 ，because 我內顧嘅咧是帶團嘅嘛，所以伊人點有拄到嗰啲物件。OK，看到輪到真係好咯。那個查某個鬼告訴講個查某，個無聲告訴我。有是有啦，特別唔即係村嘅，唔是只只捌家己拄過啊，是聽過啊。講一個嚇。即是講個對古幫我讀冊時，我嘅學堂是真係久嘅咯。邊兩個啊？不邊兩個。我知。了，伊之前是真正一個故事，甲所謂我為了唔是講真清楚是真假啦。了伊樣有一個 culture，就是伊樣別人嘅 every year 逐年嘅迄個 speech day 啊 ，speech day 我不要講啊。講話節，樣嘅迄個 prefect 都要去我人古幫嘅 headmaster 嘅阿幫啊。伊樣我唔知係咪數啊。headmaster 幫到啲 school 入面嘅。無一啲迄個講你叫咩啊？迄個有一個是講 Francis Light 無交代有嘢。Francis Light 不是 Francis Light，迄個 Anna and the King 嘅邊個？Anna and the King，Anna 係爸，講到啲你白痴啊，對打對面，我知。ENO 迄個面，迄個平寧波迄個邊對邊。劉邦咧，阿毛劉邦咧，對阿毛嘅劉邦。我知，我捌去咪翕小英句嘛。應該樣是去迄邊成個，隔了 prefect 都俾七集，唔是吹七集，俾早下半暝時，唔知是正差去咪4點啊，時間去邊。
唔知念下面物件嘅，我唔是 prefer 我冇清楚啊。有咩？誒有嘢都俾佢嘅。隔了 prefer 啊，隔了 prefer 啊。哈。伊無講隔了啦，迄個訪問訪到咧無啦，迄個較大漢的啦。maybe 較有波些嘅。我特登吹掉，邊啲學見聽講咧，一人特登吹掉一個 prefer，聽到那時你有啲，你咁嚟甲我講下，寫 email 我 online@gmail.com。了。了過後嘅時，我from 6甲有查某爾嘛。了我 friend 伊人做 prefer， 伊人本都要去嘅，無講你是查某本好，你本都要去嘅。了去嘅時候，伊講。平常時應該迄段無一頭很零是真無半項物件，特別 before 伊人去時，樣是佇學堂位真白白扣車去嘅，你看呢嘛？了一到因講真奇怪是咩？因為干那樣 prefect 干呢早到學堂啊，了伊個學堂吼誒，迄個classroom 誒，迄個會啊，甲紅事吼是成個 disco 啦，你看開哎哈，來表。伊啥無講即你行我去呢，伊家就是冚嘅咯。你行到對啊，走甲遠from 迄個 classroom 伊度會嗰只到對嘅話咧。哦。了人個講，人上次是講迄個 headmaster 到對來 for 迄個 speech day。我說 speech day 是個對來年啦。啊，咪 speech day 是個揾嚟嘅，人講啦，人是講啊。啊，人是講啊，是無咪清楚咯，因為。是安尼久以前嘅事啊，因為你 headmaster 都唔知死安尼久啊。當今唔使個有嗬，當今嚇死去啊！嚇死！伊死，伊就死安尼久去啊！伊講到阿嬤嘅headmaster 都唔知就久咯。你講當今樣 prefect 個安尼做唔知？唔知，特別我今日在講吼，迄個學堂真奇怪嘅是，伊逐年嘅 speech day 就是上一日，就是伊唔知啥。學堂嘅 launch day 啊，啥物呢？上一日就對，無管是拜也好，拜5好，拜6好，拜幾也好，伊本是對了。上一日就對咧，逐年。哦，所以是成個，那些講嘅是5月3號，就特別是5月3號，差別是拜幾蚊咧？哈。哦。伊到上一日了，了伊啥做伊學堂做甲成個真大嘅物件，就是伊啥迄個考了 BMR 嘅人啊，面吼，伊叫人去刷伊嘅好咯。了有個人無咪敢擦，因為伊個好內面頭有一個暗坑啊，會鑽出去，迄個 feel 嘅迄個草布誒。嗰陣遠啊是遠，伊就等伊。差不多，一定有100去200米安尼長過差不多。誒是暗坑彈落來啊？哈，嗰幫互日本時代誒。哦，所以人逃避啊！迄個喎是互人逃避嘅。哦。了人是講迄個砍死啊啦，特別有個人是講義理了無咪甲講佇迄邊，因為迄個好啦，咱砍咱去擦義理本咯，因為好砍咧是你講話都有 echo 咧嘛。哈，等陣我開。哈 echo。講下。了，有咧 echo 咧，你個開，你擦厝啊好，後面好是你。拔刀一項物件吼，真係吉利咯嘢聲。其實等我做。有個人無咪講。我做，那些你物件拔刀是啥呢？攏聽唔到，特別很屌，聽到，迄物件搞啦。Echo，Hello， I'm Ka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I am your house down.You must pay my home. 哎呦驚！然後因為我等啲想同下面一等就，我頭我唔知是唔是，你一等唔是查某嘅咧一等下，你是間 form 6嘅查某呀？唔是，對。哈 ，I think 我知啊，就是我撞斷係咪嘅？撞斷裏面。是講真嘅，我嘛差不多啦。你看你係我是按照我法啦。就是到我愛。唔係講笑啫，其實我係答啊未有。差不多啦。我第英號路嘅 landmark 就是真係我人對。OK， 我知啊。我知了。哇，有可能係咪你這等？唔講笑啫。我知，是只大徑嚇，超波只大嚇。你咪接嘅是個靠住成一個 art 層係咪啊？對，
OK，我知道一件嘅，然後是知道一件嘅，人家去講咩嚟講，我咪講到啲真薄嘅。因為我幾個朋友咪是大學邊畢業，我捌聽過啲坑嘅，啲單腦嘅未見過。tapi jangan 唔知啦，因為伊有得安尼估咧，都唔知為你真啊假，為你人講啊。我唔知，那是講到特啲，哎呦死，咁都冇講錯。咁我講就係等，但是你再講到一件嘅等咧，但是你捌聽過就是邊個是你聽到是 prefect 嚟，咁我未聽你告訴，我看看你去幫嗰邊講咩？你知影去幫佢講咩？伊阿妹無冚嘅，你知有等。阿妹無冚咩啊？就是咩事啊？因為伊內邊有 hostel， 伊像是唔知阿妹12點啊，是咪夠冚門呢？伊無講啥平常時有等。有 hostel 啦嘛？我咧都冚嘅哦。有 hostel 本嚟嘛？我曉，唔是咩？你要等。有 hostel 嘅，所以伊都等個阿妹12點響個冚門嘅。我哋寫咧，我特地咧 chat room 嚟寫看，是唔是你看對唔對？我冇聽過。OK，然後OK，驚。你特啲一等，你個記特啲一等。我頂當時我是捌聽過人講，伊特啲伊好像是聽到聲嘅。因為人看咯，有個人講，像有個人講運個價啊，有個是講雲南門好好，伊人下本嘅咯，因為下邊雲南門真濟啊。那人同時人像人成講人去打地喺雲南家己很將濟咧食去咯。แล้วองค์สิยังปุ่นอูยังคิดขอยังให้มีบ่มอ่ะสิมีแล้วยังก้องเองก็องค์สิยังก้องมีว่ามีบ่องละว่ามีละอูเลยยังคิดก้องอูเลยก้องมีอย่าง出来ละอูนังสิแล้วอูเลยสังอ่ะมันจะสิยังอูนั่นแก่ก็สิมียัง上ไป真正想到ให้มีอย่าง上ไปยัง被打喊啊好ยังว่าอูตึงอ๋อ槍了可能是我記得แล้วอูก็เจ都是伊嘅 library 本是真正古啊แล้ว伊個 library 本錢真吉利哦，因為伊 library 後尾哈是，I mean 伊無 properly 去，安怎講 maintain 伊個草啊，伊個長啊，我燒車就伊個草聲，伊後尾邊啊頭前邊是 OK 咯，伊是後尾邊了，古邦我因為古邦我是做 librarian 嘅嘛，แล้ว到到尾是個就是開堂啊、看堂啊嗰啲物件嘛，แล้ว有時真吉利因為。家己一個人對白去樓頂吼去看堂啊開堂啊，有時本感覺吉利哦，因為伊是 in between 迄個 shelf 啊邊啊，迄個 bookshelf 啊，我只下呢，干那堂啊，甲迄個 bookshelf 好了，啊蒙蒙，哈，你對家己一個人很硬嘅擠入去，你個佢無人啊，你對介吉利呢？會感覺有迄個吉利感覺因為你堂啊鋪入去是。堂啊，拖住佢，佢哋你霸你看啊，你就開堂啊時候，有一個人全你企起來看咯。特別我唔知啦，我應該講我做 librarian 時，我是more like 我特節對一個人教嘅嘛，然後我 consider 是教一節嘅嘛，然後我特教我嘅白個 librarian 嘅 junior 講，我講你去琴啊，我講人講琴啊，講人 normal 肯琴好啦，我講人講。白機冚啊，是唔加冚咁放掉啦。嗰藤啊咧關住佢，講無人加用藤啊白住嚟是咩啦？我只係吉利咯，你夾，是講你風吹又好，係咪冇？你唔係吉利啊，你 suddenly 一本冊啊，家己剝落來哦。我嗰條我冇愛插哦。我冊嘅幾架老實你講。應該冇感覺講應該是風扇啊，個是風啊，個是藤啊吹入來，應該。啲車啲到頂位響白啊白啊，แล้ว紅時個冚個แล้ว伊藤啊紅個本嚟巴啊嘛，伊車個機駁落來咯。但係我講起佢 live 邊頂質嚟，嗰個人講啊 Hell Rider 啊，伊講伊發特啲中毒嚟嗬，佢講咩 which mean the tunnel from 中毒 link to that， 咩有咩？因為我只 tunnel 接過去就中毒啊，我唔係聽過，我唔知哦。我唔聽過，我就係因為我就單攞特啲係咧，另外一個人等佢要執個去裝嘟嚟，唔知樣冇嘢，我唔聽過。然後OK，然後個有即係呢阿土伯咧，土伯呢個把你告訴我。
中毒咧，我知你啲中毒出嚟本嘅嘛，一定你聽過只節本啊。嚇講，唔知你聽過一個講兩炒波，伊中毒腦筋嘛對，一間 HSS 嘛，一間是阿公嘅嘛，我講嘅是阿公嘅。OK，阿公嘅是古早啲出名，伊講炒波啊，炒波兩個標頂頭前一個地鏡。了，你講開個我想。一地鏡，一地鏡你係咪 purpose 咧？I think 你知啦，嗬。唔知 ，it's pixie 啊，pixie 啊，對。最衰係地鏡啲迄邊嘅，因為嗬，古早迄邊咧是日本阿手嘅工課啊。哦。迄邊人枕頭嘅，啲咧炒波嗰邊。哦。我捌聽過人講你見是看到日本那邊炒冰咯。對。啊，這個故事是啊，叫佢哋拿嘅個格啦。佢哋拿嘅格。善人嘅，因為嗱，伊唔知嘛，冇人嗌講嘛。然後直接阿明伊莫啲隻啊，覺得好食啊，伊莫啲要食咯。然後要食聽，好像一聽就是聲咯，就是你炒冰嘅聲。炒冰嘅。日本那邊啊？啊，日本那邊啲炒波嘅聲。炒布啊，炒波聲，炒咧，啊，了伊奇怪，咦，無可能安尼暗，嘛哪有人去做炒波嘛？你就去驗哦，伊看到日本那邊哦，你就斜見哦。伊是到底見看到，還是到底迄個直看出去炒波看到？頭看到炒波看到。哦，炒波嘅梅，炒波，咱大梅遐個有迄個啪嚓嘅梅，可能啊。你就係鐵啊，頭前嘅梅陣可能鐵嚟嘅。我唔是中毒嘅係啊。哦，你唔是中毒嘅嚇 ，OK。誒，我個一間呢，我要名，我要拍伊，我看佢名，一間我要 at 伊，當佢伊有一個中毒嘅，要講你打兩個告訴我唔知是主動嘅 phone 佢伊嚇，我看伊聽。但我唔知伊誒，你名係咩名？你咁樣冚你 live 嘅 feed。我看佢名。之前我咪 at 伊同佢啲要這種對你講你打兩個。你 live 唔冚咩 ？live feed 冚佢聲。我唔知伊。Hello。卡 OK，你名咩名？你話咩名？我唔知你有講我頭你名，但是你冇 nickname 我就學你就掉嘅就。使你好嘛好。你咪做地擊，我覺得你名字嘛 ，OK，但地擊講我聽，你什麼？你只古話聽邊個學緊聽？聽兩三個節啊。兩三個節啊。古年係舊年我聽幾啊，上下舊年聽。哦，你是 The Star 看到嘅嚇 ，The Chair 看到嘅嚇。我朋友介紹啊。朋友介紹嘅 ，OK，你頭晚你講到底你 chat 你講下咩物件啊？你講下咩你有一個接唔起，你單攞接唔起得落去。你就係講撞到近點喎，近點對面唔是是袋率正濟舊嘅袋率對哦。嚇對。舊嘅袋率頂古有一個啥樣燒物件哦。馬路冇嘢，馬路是變做夾白嘢，是呢馬路變做夾白嘢。嚇。樣是你就係講，咱有一個 action group 嘛對哦。嚇。撞嘅有嘅嘛對哦。對。了係咧是樣燒物件，到下邊用嘢嘅絲啊。伊嚇，阿邊下底有一個正大咧，以前門好像有個頭殼，梳頭梳掉。哎呦，是唔是我 ban 嘅 room 啊邊？嚇，我冇卡過來，伊是馬路，我近點嘅邊，到啲路邊嘅路。哦，我知，是唔是喺你到啲你個本bunga下邊嘅係咪對面啊？我下邊馬路伊係你鎖。伊隻厝驚咧。係你厝驚內邊。哦，希望莫幾層啊！哇，都莫幾層。OK，你出鏡係咪要自暗坑條？要自殺隻妹咧。因為action group 自己夾得嘅嘛。樣加。樣加一落呀。加一落佢起嚟講。了，南面就咩？你講流退嚟。咪咕子粒。哦，流退。我想佢一咪咕子粒。係。你樣加。依下你流退落去，流退站咧。伊流退站來，了伊那邊放響出來真臭味嘅。伊人講係你領是領是人嘅，領是人嘅係你好嚟嗰度。
好下底個是你有一個每個都就都就。誒，咗咁樣有嘅嚇，I think 這是 because 日本啊超嘅事是，人家咧就安嘅。對啊，我通過嘛走路嘅。哦，佢走我少嗰邊本有。咁咪是隔另外一件嘅等相咯，嗬。啊，隔林晚啊，即就冇係等相咯。就我講嘅，依邊嗰時做啲袋落裏邊啊，佢話即啊，佢袋落時喺邊個陰啊可能，哇嚇死人嘅。哦，你是講你等嘅 stage 會掉呀？有坑啊！啊，你叫我你是唔是撞領嘅即係啊地極？哎呀，死講出來撞斷。哎呀，想到林寨呢，可能你話啊，這個林寨特別講笑嘅啦。誒，你是唔是撞斷你地極？是啦。嚇，你記咱嘅即係你等啊，你等嘅你 stage 一啲咪少搞嘢咯。喺邊度你妹咯？哦，哎呀，然後 from 黑邊哦，就是你湯家講頭，你講迄間是過啦，不做嘛嘢咯。哦，然後喺邊個倉邊？哦，阿咪，下一間你個講湯家去迄個canteen 係咪？伊actually 是一個人講吼是一個啥 tunnel 了 ，which is linked until 期間安尼去，你知哦？哦，所以內接口啦，你到底你等個到底你canteen係咪接嘅就被接個去你不做乜嘢啦？嚇，人講是接得安尼去咯，我哋奇怪安尼去接安尼去。係啦，特別那是有烘呢，特別是喏，就有湯，一坑有湯咯。有湯烘嘅咯，我 feel 到。那是啷就最不起啊 ！action group 嘅人聽到我講嘅節目嚟講嘅，我會看。哎呦，你當然冚起啊，烘死去啊！冇咯，伊破佢就落破去啊嘛。哦，特別唔是講鬼啊，即係唔是講鬼本啊，即是實在刺激可能啊，你就唔是講這是鬼。你錄鬼告訴我錄。哇！哇！你第幾年嘅總督？哇！我是 Millennium SBM 攞清啊！四行啊都。我當然講啊。我都當然講。我嚟正嘅事咯，讀冊嘅事咯。講。我讀好多啲 class 了，我就因為我唔嚟正，我個計條 key 是裝成 extra English class，which is 6點正嘅咯。一禮拜都就去6點正。我啲阿媽真係差，冇所謂。唔是，我人唔知咁說，因為依家我人會對伊個 culture 這邊說。哦，你成日我講 American 有嘅，你就去睇伊 American studies。你就係去讀一個咯，你係 look 咯，我人就去，我人就去睇咗冊時候，我加另外一個 friend，因為外口我人係會是sense嘅嘛。對嚇。你就有人嘅即嚟嘅多嘅啊！伊會嘅多嘅嘛對。然後我人就因為我每日會咧，我一個 classroom， 我每日會咧吼，伊無久無啥無影，無人驚，就冚嘢嘛。然後我就讀了冊，讀一半時，後面我甲另外一個我看回去了，因為我想感覺到影嘛，咁嘛看回去咯。我看了白鬼。伊好像一個啥，就係我人幫人開啊，幫人開裝係貴白白，安尼散淡薄可能，劈一下到頭殼去。spark 嘅咧，spark 嘅咧。嚇，一聲 spark 嘅，然後我就變過去看一路邊查某，那時因為我路看到下面，因為我看到啦，路看到，嚇，因為我路看到下面，然後我是看到啦，路看到，因為伊會看到，嚇。唔想啊，看得像嘅物件，看得白鬼。我多啲 class 未使講嘛，我講單日 class 咯，我講，有時我講你看到物件，甲我看到像無像，我看到是安尼款咯。伊講是咯，喊數啊，你行咧我腦呢度莫幾長啊嘛。佢後 class 咧時我就佢後我能講一個咧是你知我知影家己家知啦，無講啥好嘅叻啊嘛，你肯定知，知你看物件。所以家己較小心咯，那是都無咪家去啊！你 building 本啦，因為迄個 building 本是真慢、真久呢嘛。你睇6點鐘啊，過咗就了嘅係，是搭禮拜6點鐘。我喺個 class 本是差唔多中午站啊。差唔多未了本啦，係。
差唔多個鏡落3厘 glass 咯。啊，你但你是唔是你當晚個只看 magician 有接咗到底那 Skype 嘅哦，或者當面講啊，magician 都白嘢哦。佢那時你當然聽到到底喂，邊啲學嘅 website 看到聽到，你後那時你會 join Skype 嚟講，你好啊，Skype 嘅名成個當晚地極嚟好啊，咧是我 add 進去。แล้ว你看你 Skype 你咪是自己 Skype 嘅 chat 咯，你使去對人 chat 咯可能。我哋講話 live show 時候 discussion 你講點啊當然。啊，所以 OK。撞到你頭先，伊講嘅你是你唔知咩？你驚啊？都一間個，你唔知咩？名你勁啊！我病頭就知啊。有你知咩？我知咩？我冇做啦，伊下掉嘅日頭破病啊，冇做啊。未必是冇想人。你聽你講，聽你冇想咯。嚇，你講話特別想啊，冇試過你估。我是幾耐？嚇，把你高啲做掉佢。哦。你應該你知咗。是咩？伊把你是伊是裝嘅嘛？伊把你變啊看管嘅嘛？佢經裝領管嘅了。伊是做咩？伊是做你個本啊呀？但是伊security 係什麼？啊？伊是管什麼？是先生啦呀？伊是管佢哋啥 category 嗰呢？哦，伊到底你看喎？冇呀？應該有啦，伊名我頭先我唔是下到啲，我就出嚟啊！你到底係咪講下？到底 website 講下？都可以講。啊，伊是伊掉到，伊是伊在佢那都是家裡面嘛。乜嘅水咧？梗係唔是梗係個人啦。是啦，佢就是家裡面嘛。然後裡面伊就係個撞嘟嘅嘛。喲，伊要個撞嘟，伊裡面是就到啲人係撞嘟嘅你。好嘅頭前嘅你行會得困咯，嗰邊是對水會困嘅嘛，是唔是？你一般咩風吹來啊，冷嘛，一喺度掉起來啊，因為聽到聲嘛，你說到蝦米數嘛？你請嘅時候，伊是到啲人嘅係你，你知人嘅 feel 掉，蝦米嘢？人嘅操場嘅點啊？操波就，人嘅操波點伊請嘅時，伊困嘅時是多啲行頭先，伊請嘅時是多啲操波點。你一看到人操兵啊，踢球。是你看有你只等你物件，喺一邊都只 version 冇相嘅。啊，是啦，伊冇相啦。你在人撞到有落嚟有三厘米嘛對。對。頭前我哋一落來較濟數嘅嘛。伊走多啲。你操波對，你走去後尾，冇撞呢個4厘米啊！走去你另外1厘米，近點嗰邊嘅尾出。走到9米，過後伊唔敢啉酒。未必係啦，我看啉酒馬步數啦。你啊 ，OK， 你當見咱個學，即係是講話即係操唔是即係獨臂波同乜個有個嘛？你咁時候啊，地嘅講係告訴，你不知嚟再揾講啦。你頭一擺嚟後都錯啦未啊？是啦，頭一擺。其實我本來諗住錄對佢邊樣做啊，你是我未對，我冇錄個來聲嘅。那麼講得句啊，真唔白問啦，講得句，你把 email 話呀？我唔係 email 都我寫佢我嚟 comment on 到出圖 game 嘅物件。你特別你係咪名咧？出圖 game 是本是咪即地擊啊？像 Hellrider。OK。Hellrider 是只是定車啊，係咪？Hellrider 唔是。Hellrider 什麼？地獄騎士。騎士什麼？Rider 吧。Rider 什麼？騎數嚇。有這出戲嗎？就咁樣？係你唔是車啊？你是 Rider。OK， 咪學特別報講嘅事。即係本是家己嘅咯。我係媽貴先嘅事咯。你第3名呢？我冇報名2-3點，接住我去幫住。一個行嘛，你冇看咩？行去樓頂，我能到樓頂困一去在嘅我每冚落來，然後幫住嘅時，我就聽到咳嗽。咳嗽聲成個我媽咳嗽聲呢。然後我就再講OK。自己拍字，
只怕只 mute 你咪聲，你怕自己但係你咪 mute 聲。你下你就最一聽到你媽，然後我聽到咳嗽聲，成個伊嘅聲，成個我媽咳嗽有一個一直看嘅然後我就知咧，我就看咩開閘間門，我唔敢看起去，我就看咩邊度對去旁邊咯，旁邊就濟人，因為funeral 真濟人啊嘛，濟咩？然後我咪對去困咯，幾點就啱啊？2-3點啊，可能啊，感覺。然後我就困落去，無夠一下呢，我會驚，我暫時我會驚把路搬回呢。哦，你咪是部落姑嘅咯，你驚你部落就大漢啊？3年整嘅，แล้วอากาหลัก個月8個月啦，伊我未記 exactly 幾歲。แล้ว伊就家己坐起來了就，3點家己坐起來了我困，伊困到我媽甲我當嘛。你家己坐起來就 start 講話了就。哦。成個請阮成個伊個伊做講話啦，反正就。你講咩？伊特別六七個月咪是伊講嘅囡仔話啦。呀，講嘅囡仔話咯，特別目睭金金我看到啦。然後我知是蝦米事啦，我媽知是蝦米事啦。特別點加講。點加講，唔敢出聲啦，我唔敢出聲。然後困到門前是我媽嘅姊妹啦，伊人本知是蝦米事，伊人本點加講啊。特別我小妹咧就笨湯啊。所以我小妹特別有得聽到嘅。伊就真係笨湯咧，伊只線啊嘛，2-3點 baby 講話真係大聲聲嘅，平時我講話咧就，咧就咩？哎喲，亂個死啊！半暝三更講咩話？點啦，一直講呢嗬，แล้ว隔了人就困去哦。I mean，一直講呢，baby 都冇講話去啊，點去啊。แล้ว好似5日之前，成日出山 before 一暝冇是講前人嘅對來嘅咯。佢是第2暝嘅時候，即是第3暝啦。你媽把頭晚佢講話是第3暝，咧第2暝嘅時，隔了人冇講後尾較早去厝阿媽對厝嚟看啦。แล้ว我人冇隔了去困啦咯。แล้ว我本身咧是有小可驚啦，แล้ว我冇困咯。困咧阿個1-2點我本袂記啊，我感覺有人徛條門出去，我媽喺旁邊有一個細薄嘅嘛，有一個鏡，我感覺有人徛條嗰邊嗰度，แล้ว個鏡我個唔敢開目睭去看，但係個真係 curious 愛看嗰度，แล้ว驚尾呢我就看咯，佢成日開表淡薄了，我看到我媽咯。哦，而家看到你媽？我有影看到我媽，因為我驚，我唔知是會看到蝦米嘛，所以我唔敢看咯。你特別想啊，平常時成日畫掉先咧。想，特別無身軀咯，敢若看到伊嘅面咯。呀，我都冇驚啊！我看到我那時，我敢若看到我媽嘅面，我都冇驚咯。特別真正 normal，成個無講笑，無講哭，無講起哄，就是真正 peaceful，你看看到咯。特別伊看到我啦，伊看到你 ，OK。伊無看到我，你無看到你，我就看到咯。了交尾嘅時間一下哩，伊就哭落來忙，困到伊嘅頭殼迄個人嗰種。特別我暫時我唔知是嘴啊。了伊忙了 kiss goodbye 了，伊就無地去啊嗰種。了我冇困去咯。我問你看，特別你講你看到伊個，你無咪看到伊身軀，特別伊身軀影哦，還是干那頭？成個影樣。特別布布啦，成個看布布，干那邊看邊。特別干那看到伊頭的伊個面，才伊 expression 個了看到個了。特別穿你身軀個啦，是成個穿你成看不半行咯。แล้ว就哭落來了，伊就幫佢哋困到下骹嘅人，了就。kiss 一隻，你都無地去啊！就幫是你講幫嘅，你嘅手掃嘅，你睇下。掃佢人困到佢哋細薄邊啊，唔啦。特別唔知是住個啦，是。好暫時我唔知住個。然後我車咧，我到門頭一句我都門我嘛住站喺困到嗰邊。然後我嘛講是你小妹，然後成日之前我媽第一小嘅人就是我小妹啊嘛。你是小妹講，安尼阿媽講你讀先是你小妹啊？係咯，就是伊咯。但伊讀根本聽到咧，伊講，
在唔聽掉啊？伊嗰架車，伊看到真正驚人嘅物件。誒，來拍開，伊有 Skype 哦。伊無 Skype，我叫伊講嘛，伊無 Skype，伊有麥，伊無 Skype，伊有電話無啊？有麥啊？特別伊4點啊，伊到澳洲嘅位。哦，到4點啊？係咪？你講我聽。我甲伊講，伊即個食吉利嘅告訴我感覺我本時感覺食吉利。伊家己看到啦，這是家己 experience。伊無看到，特別即個是我同佢講。嚇，講。伊古早是一個人住到一個 apartment，到澳洲嘅 apartment 嘅位咯，伊到嗰邊讀冊。澳洲係咩？澳洲是 Australia 呀。嚇。OK。我特擺 mix up 嘅，佢這是澳洲，這是澳洲嘛，這是 Europe 嘛，我唔知道這是到這裡。然後伊冇阿妹啊，半暝三更到做伊嘅 project 哦。然後突然間有人敲門咗。我聽到人笑誒，我驚。有人敲門哦，有冇砰砰砰只一敲門真係大聲咗。等我 try 下。砰！然後上面講死啊，半暝三更住嘅小嘅敲門敲緊大聲，我走出去看，看迄個門迄個坑嘅位咯。有無人哦，然後冇start有淡薄小看驚，但係無驚甲了啦。有冇倒轉去伊嘅房間哦？然後叫尾聽到一個阿嬤查某就叫聲講阿嬤啦，講救命啊！我係大部朋友啊，愛拍我啊咪啊！救命！我係大部朋友愛拍我。No in English 啊！你我係想問冇奇怪啊！只半暝三更做咩玩嗰啲物件誒？然後伊冇個在看迄個坑看有人無人哦，佢無人咗。然後伊冇倒對伊驚嘛，然後冇倒對去房間，一個人就出嚟了。你就倒對去房間，然後倒對面門卡到嗰個大聲，成個規個門卡落來，點卡，咧點到將規日咯。然後我小妹唔知是大陸嘅係打啦，唔知是食蝦米打啦，伊去開門去看咯，小查某。伊就開門看咯，你就開門咧看到咩哦？一條有血嘅內面衫。你伊就冚甲白虎咯。到啲托卡位。到托卡嘅位。就內面衫有血。有血嘅內面衫。了。尋迄個卡門嘅門邊本小塊淡薄血。伊就冚甲白虎咯。伊就講死啊！我唔知是食咩渣去開門咯。你就冚門咯，你就驚啊嘛！一冚門啊！我小妹講我講了無安尼好了。要電話拍伊。你等陣我問下要電話。要電話你就啲咧 message text 我咧我插 phone 係自己講句。你會講要電話。你講 my version very thorough。OK， 你咁樣每個電話拍伊個 handphone 還是好還是處電話，我唔要緊處電話較便宜啊。伊歹勢啊！你歹勢啦，歹勢咩鬼？歹勢林面生嚟吹你計講。係啦 ，quick 啦，喲喂！我計個諗嘅伊呢，有能時間嘅。等我看看，哎呀 ，scary 啦個 story 自己講。唔要緊啊，我講嘢得咯，唔要緊啊，我講啦。because 講個馬仔個，了冇，伊冇開門到對哦。了冇驚，特別開門嗰時 continue 嗰隻。我開門啊，一個門開門啊，一個 continue 卡嗰隻。然後伊冇驚啦，冇拍電話，一拍911嗰隻報白來。because I mean 有一條內邊衫有血，了伊冇驚咯。是。你冇拍白來哦，了馬達來啊就。你一人開一特別馬達來時開門嘅時間，你物件無滴血哦。內面衫無滴血，無滴蝦米無。哎呀！所以伊講，哎呦，是做咩嚟看呢？你冇 just report 嘢咯。係咪看咯？你幹嘛？大講我看到物件特別真無血，馬達無想笑啊？應該伊馬達是感覺可能伊是笑嘅啦。了過咗即 incident 啫，伊就喺搬厝咯。過咗即 incident 你喺搬厝咗，然後有一日 the day before 伊去看厝嘅時哩，伊就租一個房啦。伊就房着，伊附近有一間厝，
伊个门窗放在倒落，床拄放在倒落，门窗是安怎诶？规个礼后甲咧伊放着了就。哈，你就看到一个袋啊，一个玩具，家己叮当。到底放你看到啦？下都放诶，有看到。玩具家己叮当。然後我小妹嗰時半搭半半湯，伊就問啦，你看到玩具叮當你走啦嘛？你就問住嚟 ，Who is this？ 你個人就應伊咯，我是一個5歲查某，是一個5歲嘅囡仔，你就問你人做死嘢，笑死！一直頭嘅叫梅醫生啊！嚇，一頭家己梅醫，特別這是度放嘅位放嘅，你就。我咪跟你小妹講，你小妹實在就好講嘅咧。嚇，伊真好笑，伊 actually 真夠講嘅，特別你係啊。八刀啦嚇，伊真正濟個，了幾個數啊？嚇，了叫尾伊就講是互人睇死咯。咪了，伊就請了咗，這個無記呢個，記呢是真發生嘅事先。你就請了咗，第二日冇去看厝。然後 guess 看厝是香香，然後看到香嘅門窗，香嘅程度，香加了物件香咧，嚇，香加了物件禮後，香加伊做房嘅事。哇，驚到走嘅白虎。你一直係企看到就成走啦，就唔敢看。走啊！你有看特別冇看到袋叮當啦，特別看到香啦。尋回 real 得去嘅冇看到啦，特別看到嘅禮後加了香嘅。嚇！佢伊走嘅白虎咯。誒，或者你特別補嘅小妹是什麼名？達尖係對，達尖或者你特別來啊嚇，請你來，我個嚟講句嚇，當然差唔多點幾正嘅喎，啷個住個每家阿妹這裡咪講嘅住地極啊，還是土白啊，還是住個每家阿妹這裡講。你話講啊，我只係講未了啦你。土白講一個，我講一個啊，講一個我厝對面嘅啦。我厝對面咧，就是伊其實一間店厝嚟，咁望6層樓咯。6層樓咧，迄間厝咧，厝內聽講有垃圾樣嘅，冇人看過咯。但我一個朋友要，這是北海哦。冇，啲 Lunas 啊？講出來啊名，切！你個大邊個咩？啊，夠大嘅。特別邊兩個咧，我唔知讀到嚟先。特別邊兩個啊？邊兩 island 嚟啊？哇，nearby。OK。冇啲 island 啲 mainland 嚟。哦，mainland。人知啊，人。我唔知。就講到自己知啊。嚇，了。出名。OK，你咪講，但係講出嚟，過嚟等你拍攝。然後伊點出嚟，然後我一個朋友伊是看到物件喺度。然後直接咧，伊人參與紙模字啲樓梯呢邊講話咯。然後講話，你直接看到你小妹啊？喂 friend，我係朋友嚇，我等我打波。OK，伊看到啦。伊會看到嘅，特別伊厝人未看到。伊厝人未看到，特別伊 feel 會到伊人直接咧，讓啲樓梯邊啊講，坐到樓梯講話咯。然後坐咧，後咁聽到人爬樓梯時，爬起。你度飲去，無物件嘛，無去管伊咯。一帶佢就問呀，人走樓梯落來啊，走落來。你個看嘅手，嗰個是無人哦，奇怪，那有人爬樓梯嘅聲，樓梯是崩嘅嘛。然後就奇怪哦，那等你看了伊，看了樓梯，看，後咁聽到啲人起樓梯嘅聲，爬樓梯、走樓梯嘅聲，然後看到樓梯有聲哦，因為看到冇人白白看來看去哦，然後特別伊聽到，是兩人會聽到，是跟住伊聽到你邊？兩人會聽到哦。啊，你樓梯安怎明冇人？冇半行特別，聽到人爬樓梯嘅聲哦。過後咧冇人家坐呢邊樓梯啊，本冇人家呢邊度啊。這幫就長嘴啊，我聽到。喺度長嘴聲啊！咁你朋友咧，其實。已經是伊個改出來，伊厝呢邊呢，佢早迄時差不多講到都是差不多往他中學嘅時啦，差不多10幾年前啦。然後伊厝呢，伊厝行路出來等巴士，差不多行20分鐘啊呐，過一個網。
跪一个磅嘅，豆豆出來就跪一個磅嘅。因為伊豆豆跪你磅是有人叫伊咯。喲！早起，因為讀冊7點嘛，7點幾嘛對。啱。你6點就俾出來啊咯，暗茫茫咯。你行跪時咧，有人叫伊哦。叫伊名。叫伊名，你唔敢俾佢看。但日本人嚟咩？常咯。常，喲。啊，因為你朋友聽唔知福建咯？我朋友冇聽，我本唔知話到啲那邊。哦，真冇。古嚟咯。OK。未必有聽咧，但是佢拄着。講緊哦。嗱，未講嘅。你看即個即個阿拉伯族加即個格達布魯是親情咧，佢都唔知，佢交俾拄着是個知。然後伊軍事啊嘛，佢伊平常啊嘛，常看到啲物件啊嘛，你講。伊人嘅講，伊講，你袂使變過去看，因為人，伊講，人嘅人有3把火，就是倒手隻手甲頭頂嘛，你袂使變過去的火的時呢，你都衰啊人。哦衰，伊貴啦嚇，你冚就冇。貴嘛，然後伊頭我行過時，人叫伊用爪嘅，爪條貴咯。我驚咯。伊厝嘅時啊，伊講常看到火對伊本年咯，斜火。哦，就斜火對啊！鋪掉啲天，鋪掉啲天。有人實成日看到有人真麻煩嘅，你知啊？我聽到我到啲 KL 時候，我大家我 share room 嘅我內 friend 我一個 friend 我內裡sense 就看到常看到，我講你私人面啊，那是看到物件你唔通甲我講。我只驚我喺佢面前邊啊！你知哦，你真係叮當塔車時佢往上3點就而家佢到頭卡就在困嘅嘛。我講那時你看到物件你問教我講你點就傻。แล้วแต่พี่ชูก็บอกเขาจะตัวนี้กว่าเขาอีกคนเดียว你講 KL 我一個 friend 我早無久伊講我聽啦，伊佇 KL 大時啊，水厝嘅嘛。你剛才伊一人看到迄個垃圾咩？一個查某，了佇伊厝看到伊，伊垃圾咩看袂到，伊看會到呢。你哋對到厝呢，迄個查某就看到對到伊，行佇厝內行到厝後尾，佇後尾行頭前個，你困前看到伊。我記你乜呢多啊？了伊關事啊，因為伊看到垃圾咩嘛。有人細漢大漢看大漢呢，無咩。了伊無驚嘛，伊無驚，特別伊毋敢甲朋友講，伊等伊朋友，伊等伊出來啊，伊才甲朋友講，喂，你知你大日困喺厝啊？有人看到你啊！你個朋友聽到呢，頭家日搬走。好，不到啊！成日你是讓 roommate 嚇，當時 roommate 未打鼾嘅時，計講嚇，你知唔知特別有人看到？嚇，人走係唔夠多。你個朋友哦，伊朋友啊搬走叫啊，伊知伊看到乜嘢嘛？哦，所以上時在講嘢啊，上時你。我當然是人先人，那是人無世界人，咪大咗 roommate 俾一搬下咧，其實老講你看到咪叫看，伊就驚。佢就驚啊！一個一個就是四龍灣都唔知人聽。四龍灣我知。四龍灣在食咩物件無誒？在四龍灣食你查某誒，你貴經嘅會。佢一個咧，因為這個是因為佢早大家只貴就係人可能人飼整嘅咩？唔是飼人飼龜最數，美國是人嘅油脂粉啊、樹靈粉啊，冇人講嘛。你人飼這物件啊，你油脂粉有放雞卵咯。這邊放雞卵，特別雞卵啊，冇破啊，內面空嘅咯。冇破內面空嘅咯。我想食卵嗬。食內面卵物件。我想講用食咧查某嘅來過經會，唔知。迄個我聽講過，特別唔知，特別迄個卵我看過，因為我大家食過嗰隻過咧金崩嘛，雲南金崩啊。你看到雞卵，特別我朋友也係看內面空嘅。所以伊較冇破內面輕輕嘅啦。內面空嘅，輕輕嘅係，แล้วมี老人講，即係似四龍灣有四龍灣so far 唔係學冇人學過啦。四龍灣我聽人講是四龍灣是成個一頓啊倒掉嘅。掉一粒頭咁掉掉。掉頓啊倒嘅。因所以用壓力嘅女然後吸掉啲刺，咁驚一頓啊倒掉。我聽人講啊。只係滾啊冇啊！一鋪嘅教掉嘛，我去教嘅，我驚就冇，我到博一點我冇驚。我2點啊這邊。哎呦，
好啦，浪鏡啦，好我冇驚。感謝咱各位即個聽眾收聽啦，哈，然後唱十 weekend，了各位往嚟改變即新嘅初男即地極呢，甲我講你大腦會告訴嘅。感謝下地極，咁地極都到英國呀，當佢。我到紐卡斯。係咪算？我到紐卡斯。哦，紐卡斯，哦，紐卡斯是 England 呀。UK OK， 你下感謝下你地基，不知佢嚟就再講講啦。你去看我幫嘢，時我做新嘅 recording 時我 post 啲 website 時你使幫你名咯。你有個來小小嘅，你嚟用時好用時拍呀。我 hostel 嚟。是，但是不要緊啦，但是你 Skype 要係把只往 chat 是 make sure 你 room 係你忙 leave 你 room 啦，但是你買。鐵壇你 check 你咪 leave room 你成 bookmark 成，所以 bookmark room 拔到你使讀對嚟。但是講你做到無法度一備嘅時候，你使去你website 頭整嘅時候，你使叫往 request add 就其實對咯。叫名。叫名。然後個有即個特別波咯，特別波驚咯，你幾個數百隻教你就真講特別來啊！下面不能攞字幕人講，講幾個數講冇成物件哈。因為我做咩叫佢雜誌，特別。就是嗰啲人叫佢雜誌呢，特別唔知咩話咪。唔要緊啊！你問咩？你冇打，基本唔講啲人講，是拔刀成拔刀，是菠蘿數成數鬼成。你講土白啦，土白咁時你咁講幾個數？你嗰個寫字㗎嘛？不知你咁講八骨地嗰啲係講過。八骨地對啊，八骨地我。你個照八骨地啊，你個講佢幾個數個？你一個雜波咯，雜波我驚咯，雜波係你一等你爭 A 驚啊！OK， 找包個啲哦，佢呢啊？哦，我覺得特別靚嘅，感謝讓嘅告訴下了我當然，嗱你拜個嚟再見過啦，姑姑講一拜，講句告訴姑姑講一拜，咱一個月呢是寫一句告訴咱一個月使講一拜，嚇，感謝，各位聽眾講再見，再見啦，感謝，拜。